新的一档台北市立动物园嘛公开新的成员是5只公的鸭狗，这鸭狗哦，有的是走私的，有的是民众非法饲的，拢横冲公路，交予动物园来饲。为黄光石路会当看到鸭狗八悬八价，边个有几若只跪伫箱仔内底耍。自2025年元旦，鸭狗正式出现伫咧台北市立动物园，和同款是野生性动物的草尾猪猪好狗带做伙。伫台北市动物园鸭狗有5只，全部拢是公的，不过因拢是违法放炸入来台湾的。2批的话，大概是就是从县市政府有从民众非法饲养那边有查缉进来，然后另外有一批的话是从海关那边，就是机场从外面带进来的。针对保育等级较悬的动物没收，动物园会收容，不过数量无济，干那两车白虫类就超过1000只。啊，那另种类鸭狗是非洲动物，体型细细只，不过目睭甲耳仔拢大大类，解高水。其实民众无应该饲，若无专业的知识，颠倒会害着因。动物园表示，这鸭狗是群居性的动物，若干那饲一只会影响到因的社交发展。另外，提供的食米嘛是一个大问题。民众可能能喂的，也许就是水果啊、蔬菜啊这些，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野外他们一定要必须吃到的食物，那有可能会造成他们一些健康上的议题，过胖啊，或者是会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，都有可能造成它一些疾病的产生。这阵鸭狗住在大理馆，最近嘛有一只动物引起关注。来看这只树蛇，看到人是完全唔惊，佮会倒挂为树仔爬来到栏杆的树花顶悬，动作介美丽。这只树蛇几工前爬树机的时，无细致摔伫咧游客身躯顶，加在这游客和树蛇拢无受伤。园方嘛咧评估，敢要加强相关的防范措施，维护安全。记者林静梅、裴耀祖台北报道。